象是维吾尔人身份的神之标志，通常会拓上传统图案加以点缀。可如今，中共要将囊中国化，用共产党的标语来点缀。今年夏初，东突厥斯坦举办庆祝活动期间，考囊遭到锐堵，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侨胞为之感到错愕不安。从吐鲁番庆祝活动期间拍摄的照片看，中国国旗、中共党卫及爱国标语被拓在囊上，令海外维吾尔人感到震惊不已。随着斋月的进入，针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宗教限制升级，当局继续严格控制整个地区。根据《突厥斯坦时报》的消息，在一些学校管理部门要求汉族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维吾尔族学生的一般行为和饮食。汉族学生被要求以送糖和饮料等方式，试图检查维吾尔学生是否进食或做任何有关宗教的活动。若发现进食情况，立即向学校管理部门报告。英国首相梅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了俄罗斯的侵略和安全问题，包括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根据英国首相办公室的一份声明，梅和斯托尔滕贝格在伦敦会面，他们首先讨论将于12月在伦敦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他们强调联盟投资与共同安全的重要性，以便为应付21世纪的威胁和保护人民做好准备。一份声明中表示，梅和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了一些安全问题，包括俄罗斯的侵略和中国网络威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普京在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时说，几天前我在电话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我的意向是他希望俄美关系恢复正常。据报道，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会谈中表示，华盛顿不希望莫斯科干预2020年的美国大选。普京则表示，俄罗斯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否认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军事计划，向中东派遣至12万人的军队。这是假消息，好吧？现在我会这样做吗？当然，但我们并没有做这样的打算。希望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打算。如果真要行动，我们派出的军队会多得多。特朗普在白宫告诉记者。东突厥斯坦人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和同化政策。一个中国代表团对挪威进行访问期间，居住在该国的东突厥斯坦人在国家议会大楼前举行抗议游行。他们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对突厥人的反人类罪，并关闭数百万人被拘押的集中营。